位 dancer 跳嘅咁樣啦，比較多嘅地板動作，一啲高難度嘅動作。好啦，接住落嚟咧呢個環節咧，喺開始之前我要教大家少少點樣可以同我哋啲 dancer 一齊玩。嗱，dancer 們飲啖水先，之後咧到你哋係啦，佢哋第一陣咧會玩一樣嘢叫做 battle， 即係咧舞蹈嘅對決。好啦，首先第一件事教大家打拍子啫，好簡單，拍手好嚟啦，準備5、6、7、8，拍手，2、3、4，手試下，好啊！你幫我跳住先，因為咧而家部機咧太多人，部機都緊張，我試下 reboot 一下部機先，繼續俾個拍子佢 ，and clap and clap and clap， 睇下你頂到幾耐，繼續咯喎 ，clap and clap and clap， 繼續。大家再俾大聲啲，試下俾啲歡呼聲佢。係 ，Let's go and clap， 阿 B 你又試下喎 ，5、6、7、go and cla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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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係繼續打個拍子俾佢 ，Let's go， 繼續係啦，部機準備嚟緊啦，試下得唔得？再嚟，繼續 and 掌聲拍子去，1、2、3，係冇錯 ，and let's go，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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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and next 試下抱燕路喎，5、6、7 go and clap and clap， 大家俾啲掌聲係唔可以停㗎，我哋一定要有拍子，係啦，拍手，繼續加油，係 and 5、6、7。配合，因為咧有啲時候我哋做表演咧，一啲裝置上嘅嘢都好影響到我哋。俾掌聲我哋 dancer， 我哋繼續翻去個 battle 度咯喎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啱啱睇完2 round， 不如咧你哋兩邊再猜一次啊，猜一次俾觀眾們，我哋再分過好唔好啊？有冇啊？猜到啦，係咪啊？好 ，Very 已經猜到啦。好，我哋嘅新一輪嘅參賽者係啦，喺呢個時候我又介紹下先，俾佢唞啖氣啊嘛，都要係咪啊？好，呢位係普燕，好，大家俾掌聲，係阿 B， 然後 Piano， 然後嗰邊有 Han， 有 Brittany 同埋 Wilson， 嗰邊俾大力啲嘅掌聲。好啦，咁咧我哋啦繼續翻我哋嘅 battle 嘅比賽先，想試下轉水象係啦，有冇？